歡迎翻嚟英雄，今日介紹一支十分抵玩嘅 MK18 GBB。咁咧呢支係由 EMG License Daniel Defense 由 Double Eagle 製作嘅 MK18 GBB 啦。咁有呢支槍有咩特別？第一 Full License 見到啦 ，marking 做得十分靚仔嘅。然後做翻文版槍嘅 MK18 5.56口徑啦，同埋呢支咧係一支 MWS System 嘅槍，咁佢真係 MWS System 可以用翻 Marui Respect 嘅件嘅。咁咧，大家都見到啦 ，grip 呢度都做咗兩節嘅，呢個係膠嘅，呢個咧係橡膠，即係 rubberized 嘅 grip pad， 尾托都係做翻有拉繩嘅，睇到啦。咁魚骨咧都係做翻 MK18 最經典嘅四面骨啦 ，CNC 魚骨嚟嘅呢個係。咁咧槍身係鋁合金，順便睇埋另外一邊啦，因為呢槍咧細節係做得十分好嘅，煲都有 DD marking， 咁如果大家想換教力飛機咧，都可以用翻唔同牌子，俾翻 MWS 用嘅教力飛機。咁彈夾咧，呢隻都係佢最新推出有 license 嘅 DD， 都算係 P-Mag 嘅一種嚟嘅。咁我哋試咗噶啦，用翻 Marui 槍上邊咧，氣化都係十分好嘅。咁我哋睇埋前邊嘅細節啦，魚骨做翻 DD 獨有嘅呢隻叫做啡色，跟住火帽咧鋼仔嘅，成支槍咧十分靚仔，火控全鋼噶啦，所以大家係唔需要擔心耐用度問題，帶起上嚟十分爽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就快啲過嚟英雄睇下啦！如果係 MWS 同埋 MK18 迷，不可錯過。